之前去咗朋友屋企玩，佢好多時都會自己做饅頭，我請佢教我做，佢話呢啲只係佢家常嘅做法，其實家常做法先至最啱我，簡單又健康。佢用咗500克嘅麵粉，加咗1隻雞蛋入去，將佢慢慢攪勻佢，跟住佢就準備1碗溫水，然後倒入1包酵母粉，再加多1茶匙糖，將佢攪拌均勻。佢話等到啲酵母粉有啲氣泡冒出嚟，咁就可以啦。見唔見到中間冒出一啲小氣泡呢？咁就可以將呢碗水慢慢咁樣加入去麵粉裏面，一邊加一邊攪勻佢。到成碗酵母粉水加晒入去之後，就用手慢慢搓，搓到開始變成粉團，就喺乾淨嘅操作台上面撒少少乾粉，將粉團放上去，用雙手嚟到搓。如果粉團嘅中間仲見到氣孔，就表示未得。大約搓10分鐘左右，見到中間冇氣孔，咁就可以將佢放喺一個底部掃咗1層薄油嘅器皿裏面，然後包上1層保鮮膜，冚上個蓋，等佢發酵1個鐘頭左右。如果天氣凍，可能個時間要耐少少。30分鐘之後，我偷睇一下，真係大咗好多喎。60分鐘啦，發大到原來嘅2倍就差唔多啦。打開個煲蓋，已經聞到陣陣嘅麵粉香味。見唔見到表面有啲窿窿呢？將佢攞返出嚟，再搓一陣間，搓到中間冇晒氣孔就最好啦。搓到光滑之後，將佢切成自己中意嘅大細，放喺蒸鍋裏面。呢個時候，你見到饅頭嘅邊棱角分明，我哋可以將佢放多15分鐘。呢個過程叫做醒面。15分鐘之後，睇下啲邊邊係咪變得圓滑咗啲呢？咁就可以開始蒸噶啦。水滾之後，較慢火啲，蒸10零分鐘。蒸好啦，好香嘅饅頭味啊！睇下幾鬆軟。朋友好謙虛咁話自己嘅方法絕對唔正宗，我就話最緊要係簡單、健康、好味道。